是毋通请？因为老师甲咱介绍讲吼，咱早来现场这两本册，伊的这内容是咧讲啥物啊？好，其实这两本册吼，可能是目前吼咱乱堂同重要的文献之一啦吼。咱拄有讲过，其实这个乱文吼，伊叫诗词歌赋，内容最丰富啦。这其实就是除了讲是神来讲以外，其实吼嘛是乱生哦。伊吼利用这个胡乱，要表现给伊的同学看，嘛表现给伊的老师看，嘛要表现给文主看，所以伊这是一个优雅的活动嘛，是一个优雅的活动嘛，所以伊呈现出来。啊，咱今仔日伫在场，这两本乱册吼，咱来介绍头一本，这本吼是《贤录金篇》，这是咱台湾第一本的乱册。伊是伫1890年开始付的，啊，1891年就出版。这本是台湾同早的乱册，伊拢总有8卷。啊，伊即摆是保存伫台湾图书馆，为一个高本。啊，咱即摆是这本是最近这个碧溪宫的曾主委黄载栋，伊个拍字。啊！伊重新佮家出版。啊！伊这本对台湾有啥物影响？台湾所有的乱册，超拢以伊做范本。就是伊做第一本拢学伊的。过来就是另外一本，这本是1895年，这个号称范青堂付的。啊！伊伫1896年出版。啊！这本是非常精美啦，你看伊迄个是茶皮的，所以伊装甲真水，啊，伊嘛是8卷，当初吼，头城范青堂吼，伫100几年前去规台湾送乱册，这就其中一本。咱来讲这个乱册嘅内容啦吼，伊的记录吼，除了文书以外，有记录以外。就是讲，伊胡乱的结果啥，伊拢有详细的记录。所以伊乱文吼，不管讲迄样阵的时间、地点，还是迄样的天气、迄样的人物，伊拢有记录。所以吼，其实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啊，用台语文写的。所以是咱台语文最重要的读本。老师，你有讲到天气这个部分啊，这符的这内容啊，因为其实比如讲吼，其实咱台湾详细记录天气这个部分，应该是对日本政府来到台湾了，只到讲一个较完整的一个天气的关预测，还是讲规划。要在这个乱堂内面，是不是记录到迄个天气这个部分啊？主持人问到重点吼，其实咱台湾的天气记录可能伫1900年以后才渐渐建立起来。以前超拢无这个记录，可这乱册常常就有。比如这个乱册，伊就记录到伊伫1890年，就清朝末的时阵哦，4月伊胡乱，胡乱种啊哦，就是要求好天啦。啊，就是表示啥？1890年4月以前。依然都足久的雨嘛，啊，唔是安尼呀。其实乱文内底，阮嘛有看到讲，伊讲迄天落大雨，就讲，比如讲伊某月某日的某时落大雨，咱若甲乱册再整理出来，其实你就是做一个天气的研究，啊，这嘛是真好的一个记录。一本乱册内面，其实会当做讲，迄个时代的迄款状况啊、历史啦，还有迄个时阵民生所反映出来伊的欢乐甲需求，所以伫咧乱文内面会当讲是，等于讲是迄个时阵有当时算是款小型的小片的记录，堆积起来，成做一篇的乱文。啊，而且是乱文的后尾的时阵，其实生命也有关有一寡，比如讲劝导啊、甲制式啊，希望就讲啊，信徒你必须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好。所以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，嘛是一种斗相共的部分。其实胡乱吼，是一种的心理的智商啦。过来哦，伊嘛是一种的教改。你甲文主讲，迄甲你甲牧师讲，毋是共款。共款。所以其实伊这个宗教的力量，其实目前阁有咧啦。就讲伊有教改，也是智商的。就讲你看，咱拄有讲到，伊要去招婿，伊要去问文主，文主就甲判，这个判毋是甲伊批判啦，
只是讲分析互伊听，哦，讲，咱有看到，伊是叫伊讲卖招赛啦。伊是安尼，伊意思是安尼啦吼。我就讲，文主大部分都会甲伊做一寡分析互伊听，就是分判互伊听。这个判毋是要甲判决，是讲分判讲事情互伊听。当然，咱拄有讲过，文主其实伊嘛毋是干那分析互伊听，伊有时嘛会甲伊骂。所以咱乱堂内，咱这乱册内底有种儒语啊，儒就是文主你个教训的意思。所以伊这个我就讲，伊这个乱册内底教训啥人拢有讲哦，比如教训杨树峰、晋书，还是纪人李梦阳，拢有这记录，这嘛有这方面的记录。原来是安尼吼。